继续来看这个爆炸发生了后，检警是来约谈到工程行的人员、百货公司的老板、甲加速公司的业者，总共20个人，其中有16个人是以证人的身份到地检署协助厘清意外发生的经过甲原因。透明问过笔录了后，16个证人全部请回。工程行的警员徛伫家后背房的外口，真烦恼。台中成功3月发生着起爆案，4个工程行的警员受伤送病院，其中3个人有真侪受烫伤。太发生这件意外咧，加上讲现场有过来工班，负责的项目拢无同。同班有太多组了，每一组的素质不一样。机电班的工程警员讲，因5个工人分别是对台北、甲高雄来支援，4个人受伤入院。昨暝警方找工程行的警员、百货公司的老管、甲加速事业单位的业者，拢总20个人到警察局做笔录。工人因报讲，因人暗时8点就去哩12楼施工，无闻到加速味。他们在做拆除啊，那是开怪手，他在整地。他是好像是有听到说有人占据东西，他也没有闻到瓦斯味，没有什么的。警方问完笔录后，其中16个人同意接受地检署的复审，一直到半暝2点多，复审才全部结束。对于案发的状况，洪玉他们警员拢给点点。你们人有怎样吗？记者到其中一间包厢的工程行采访，验过业者人无伫公司，伊透过社群强调，本人只是支援一工，完全不知情，毋是阮造成的。业者私底下搁找记者解释，讲早起6点就退电话，和怪手拢无关系，双拢无愿意发生这类代志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调查事发的原因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